台湾总统大选当日，即马国防部嘛侦测到中国的空飘气球也创这个新高的纪录，一天就飞5粒过来台湾。美国强调讲反对这个外部势力干涉台湾的选举。国务卿布林肯是要去拜访中国的中联部长刘建超，警告中国莫把台湾的选举当作是迫害稳定的借口。 台湾明仔就要大选，国防部公布11日透早6点开始24小时内，伫台海周边查到10架厝的强机、6架厝的强艦，甲创单日新高的5粒中国空飘气球，其中2粒路线飞过台湾本岛顶悬，另外1粒为南部顶悬穿过，加做后尾包夹的态势。 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或者是影响台湾选举。 About upcoming elections in Taiwan,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our opposition to outside interference or malign influence in Taiwan's elections. 国务卿布林肯是甲南韩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列通电话。 表示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佮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会伫美西时间10日，也就是台湾大选进程，甲亚太驻卿康达共同会见伫美国访问的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各界中国唔通将台湾选举当作迫害稳定的借口。 刘建超是伫进前到美国外交智库演讲的时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地形，是袂当超过红线。习近平想要进一步去推动美国，那么来处理这个台湾议题，我派刘建超到美国去跟这个布林肯见面，那么正式表达北京的一个立场。 学者张树焕指出，美中继续透过官员见面，明确表达彼此的立场，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另外，北京驻青官员证实，总统拜登会伫台湾大选了后，派回官方代表团来台湾访问。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先还到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甲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率团。 丁树焕认为，这是美国照往例做法，也是为管控选后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